看起来阮爸这边真正是战斗力爆表呢，咱两个绝对袂当互伊抓到啦。啊嘛无，就算讲你的皮阁较厚，嘛无够伊绑啊。奇怪哦，咱每遍我要告白时阵，拢会去拄到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啊。到底是我的关系，还是时机还未到？谁讲的？时机已经到啊，什么就是我的时机啊？小秋，其实我感觉照咱两个人拢了解对方的心意就好啊。个我知影告白对查某囝来讲是足重要的，所以我无想要伫向向讲话的状况，凊彩彩来就甲准过，因为我感觉安尼对你来讲是无够尊重的。所以小秋，你甲等一下，我一定想出一个浪漫佮慎重的告白方式。我一定要伫上介欢喜、上介幸福的时阵，你甲伊点头，答应我，这次交我交我。唔好啦，唔通搁钱啊！我已经等袂赴啊！小秋，你既然我无互告白命，那你归去，我甲你告白啊！张文凯，你敢愿意无顾性命危险，接受叶小秋的爱，做伊的男朋友？张振凯。有一双手来予我牵，牵着咱两人永远相依偎。我伫阮身边，轻轻来对阮讲一声我，甲你来作伴。我唔惊我面风雨交加。我就是要用我唱啊，感情字，你要用到想你。你是都会偶来情话，我够恶心。我们爸是输出的情话大全，可是你也是介意，那呢，我就给二舅哥啊，以后每讲讲听，好吧？郑凯，你有够好胆呢，搞我小秋蓝条条，你。